那是讲，若是甲即个82计哈，甲伊化做即个咱的行动啊，是讲这生活的即个表达啦哈。那82计是一个具体的即个意象嘛哈。要82计伫咱生活中间安怎样显露出来？啊，耶稣即个所在是讲用即个做光做盐啦哈，是讲是光是盐即个部分来表达的。啊，这光甲盐吼，迄是讲咱拄仔咧讲入世。入世是讲咱毋是讲怎脱离开即个世间啦，咱无怎对即个世界抽离啦。做基督徒毋是要恁去闪避啦，咱毋是一个逃避式的信仰，啊，毋是讲啊，这个世界拢无要紧。你知即个我一个好朋友，即个康来昌老师吼，毋知可能你捌伊吼。康来昌老师的信仰真特别哦，啊，你若伊是伫即个咱的总会边仔迄个信友堂，即摆还伫遐无？还伫遐吼。我有一摆办即个。座谈会是台南，我迄阵拢咧办即个本土神学甲即个伦理的关系吼，办即个自杀啦、即个对胎啦，即真侪即个议题即讨论，啊有请伊来斗帮忙来迄了。啊伊吼，伊即信仰吼，伊感觉讲即个世界吼是无价值的啊！啊，咱做基督徒爱甲即世界看作粪土啦，像保罗讲安尼，看作粪土啊。所以即世界吼，互伊愈败坏愈好啦，任他去。啊，咱基督徒爱离开啦，咱基督徒爱甲这世界放弃，所以无啥物看讲入世去改造世界，创啥对伊来讲这拢无必要诶，这真趣味。他伊的这个观念是安尼吼，总是这个对耶稣的这个教导来看吼，咱毋是安尼啦，啊，做光做盐，这是爱入伫世界内底哦，这是咱基督徒的这个态度。那变一个面来讲，这光甲盐吼，也是世界拢袂当减的啦。啊，咱人的身躯吼，这无盐分袂使啊，无水分袂使，无盐分袂使这个吼。而且世界若无光吼，这世界就变做一个大问题咧吼，所以这种少不了的啦。所以你讲这支撑世界这个元素啦，或者世界当存在这个元素吼，这光甲盐吼，拢是这个重要元素。那这两项吼有共同性，拢有穿透性，盐嘛是啊，渗透。啊，所以这肉盐个从来渗透入内底嘛，所以咱讲生肉生再煎，搞食，这有渗透性啊光嘛是啊，光有这渗透性哈，所以讲这一个光点的规间的这黑暗拢被驱除嘛，哈，就讲渗透性，气浮成心啊，有这个防腐的作用啊，甚至有这个抑制的作用都有讲过哈，啊有这个维护、支持、改造这款的功能，这是两个拢共款。光甲盐吼，拢有即款的这个物件吼，所以这个耶稣启示啦，伊讲这门徒吼，都爱做世界的光甲盐吼，这希望讲这门徒会明白这受调的使命啦。那爱做光甲做盐，咱受调都毋是离开嘛，离开就无使命起来啦，这受调啊，倒转来这才有一个使命感吼，真正是有承担的人，对社会、对世界会当做出贡献啦。啊，这贡献包括啥物？包括支撑。sustain 啊 ，sustain 这个世界啊，包括改造啊，改造哈，这特别讲咱这基督教关心这个弱势者啦，对这弱势这个关怀哈，是真要紧哈。啊，特别这送养人，伫这耶稣身躯边真侪是这送养人哈，这免啊去带来这世界这个改变的这个迄个哈。啊，伊讲对这上帝创造这个观念来看啦。啊，这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啊，咱人来住伫这个世界，啊，是安怎样才会，互这个世界有人会变做活袂落去啊？送向啦，送向甲无法度活落去。这来讲，对咱甲这个主权交互上帝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这是不可思议的，也是讲是不应该存在的。啊，毋过伫咱的社会内底，这变做是一个逐个所在拢咧发生的代志咧。啊，咱用啥物看这个世界啊？咱若甲纯粹用今仔日即个世界社会制度来看的时阵，啊，你讲哎，无通遮人平单嘛，啊，爱趁少钱含慢嘛，就是安尼咧。只是你若是跳离开即款社会制度，对另外一个角度，咱讲这天生的这天赋人权嘛，啊，人受上帝创造来到这个世间，啊，这大自然这一切这资源，拢总是对上帝来的，啊，这到尾就是干咧分配的这个问题嘛。所以我听你讲，这教会咧讲这个经济吼，咱的教会怎啊一个问题啊？咱教会对这经济的这个议题吼讨论真少，啊，若有讨论嘛是拢咧讲要安怎趁钱哈，
也是讲要安怎去经营这个财产，即种讲这个，咱教会真少咧讲这个分配的问题啊，就是讲到底咱对这个世界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这资源的分配吼，到底应该安怎分配才是公义的分配吼？这个我想真要紧的。你若读这个耶稣你讲的这个葡萄园的譬喻，我定定用这个啦。啊，这个譬喻我感觉真要紧啦。伊咧讲什么？你讲这葡萄园吼，透早请工入来咧，甲伊约束1块银嘛，啊，这中昼搁去找人入来咧，啊，这下晡3点搁找人入来，5点搁找人入来，啊，6点就下班啊，啊，所以开始分这薪水咧。啊，分这工资的时阵，这6点、5点入来做1点钟啦，分一个囡仔咧，3点来啊分一个囡仔，中昼来分一个囡仔，透早来想讲啊，我透早来，你1点钟一个囡仔，我8个囡仔才对咧，嘛是分一个囡仔嘛，所以这耶稣咧讲这个，我看圣经内底咧讲到这经济议题吼，这个葡萄园的故事应该是一个上界核心的问题啦，上核心的问题嘛。啊，这个问题咧讲啥物？问题咧讲的毋是咱咧讲趁钱的问题哦。耶稣咧讲福气，甲咧讲这上帝国吼，这上帝国的伦理吼，若摕来这个葡萄园的这个故事来看的时阵吼，伦理是公义呢，毋是公平嘛。这个工人咧期待是公平嘛，是吧？那公平是你1点钟摕1块，我8点钟也摕8块啊，你才叫公平嘛？这是耶稣无咧讲公平咧，耶稣是咧讲公义咧，公义甲公平有啥物无共款？公平是即个量的顶悬咧看啊，伫即个面的顶悬咧看咧。公义是看入去即个内底一人的生存权的问题啦。是安怎样？我透早请你来时，甲你约束一个囡仔，一个囡仔是你倒转去某囝要写厝里要医治必要的一个薪资嘛。换句话讲，你来做一日，你摕着一日的工资转去，你有法度缅甸你的家庭的一个生活嘛。啊，遮个人伫遮等6点钟7点钟啦吼，你早去等。耶稣，你会读故事，甲问讲，你啥事无去做，还佫伫遮咧等？遐人安怎讲？我伫遮等都无人甲我请，是无？遮个人毋是讲我走来热说咧，啊来看电影看我才倒来遮等，毋是咧。我伫遮徛规日都无人甲我请咧，是无？啊，无人甲伊请，伊爱活无？伊需要活无？你这个头前来就得着头路的人，咧批评这徛一日啊做1点钟的人，讲因不应该活，是吧？我领1块银，我出来活，啊你做1点钟，恁兜人莫活我紧，你的某囝摇巴肚我紧。因咱的社会，这讲公平是经济损失这款的概念嘛，敢是？咱无咧管别人的生死咧，所以这大企业家是安尼想讲这到底咱规个这个社会吼，你讲这个经济发展吼，因为我去韩国啊，甲这韩国的朋友讲，我阮台湾已经4小龙之首吼，即马互恁韩国拼命过，恁韩国即马比我较厉害。韩国遐朋友，逐个人拢摇头咧。伊讲吼 ，GDP 啊，这个啥，这个经贸吼，这国家的这总经贸咧发展吼。都无真正有效，对这韩国甲咱台湾拢共款哦。这个贫富的这差距吼，愈幼愈快咧，即摆这个规个国家的这财富吼，愈来愈集中伫这个金字塔顶尖的这几个人的手里咧。郭台铭富可敌国咧，其他下面的人吼，苦哈哈咧，这韩国嘛是安尼咧，所以即摆你讲好业，其实。即摆吼，即讲即国家经济落发展吼，发展你爱去问看讲这一般的人民经验安怎？所以咱讲无感嘛，无感啥？就是讲这少年人都无法度活袂落去嘛。这教会吼，咱教会要安怎样对这个面来看？咱的信仰若是互咱感觉讲这个最少咱感觉讲吼，这世间的这资源吼，无啥物人会当垄断啦。这所有的资源，不管你是科学的、是化学的、是啥物学的，所有资源到尾手拢对土地来啊，종교拢对土地来嘛。物理化学的物件嘛是拢对土地来，对上帝创造来，所以这资源的最后的资源是上帝嘛，我毋是咧讲，咱着爱变做讲逐个人拢不管安怎，逐个人共产拢分配者，毋是迄个意思咧，总是迄个公义性咧，保障人的生存权，保障人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生存的条件，互这个任何一种的人伫这个世界拢有活落迄个可能性吼，这个我感觉是咱教会伫任何一个世代吼。拢应该会坚持的一个基本标准嘛，无咱讲
differently able， 咱学校即摆叫做资源生啦，即款即个身躯有即个残缺人免啦，这社会爱共同负起责任呢。是这个部分吼，你讲迄是经济的部分吼，讲咱安怎样做这世界的支撑，安怎带来这个世界这个改造吼，且改造咱讲对这弱势开始，对这社会中间的弱势者，所以你讲宗教吼，我听你讲，我即摆是已经袂啥通啦吼。以前我咧讲，倒一个庙是有啥的，倒一个宗教是有迄样的，就是看迄个教会啊，是讲迄个庙边啊吼有去食无啦，一个庙也是一个教会边啊，拢无半去食吼，迄个庙甲教会是有问题啦。当然，即摆是袂通啦吼，都有讲过。我讲这以前会通，即摆袂通，是安怎讲？啊，你去食就是倒位有怜悯的心，伊就去嘛，敢是？他吸进迄款有怜悯的心的人啊。啊，你讲我这庙伫遮了，边啊去食无半个，这今仔日当然无，去食叫政府掠了，叫警察掠了去啊，当然无嘛。我以前讲伫以前迄个社会吼，你去食倒数咧流浪迄落去。若讲一个教会啊，一个庙吼，边啊去遮拢毋敢去吼，迄个教会是有问题咧，对不对？伊讲我来遐嘛讨无食，无怜悯嘛，无疼心嘛。宗教的这基本就是一个怜悯之心嘛。这耶稣用这好的撒玛利亚就是安尼问嘛，打扰一个是你的厝边嘛，这个教徒的先生讲，迄个怜悯伊的人嘛，有怜悯的心的人嘛。啊，所以咱的信仰若互咱无怜悯的心吼。这宗教心怀、宗教情怀啦，就是悲悯嘛。讲啊，任何一个宗教拢应该安嘛，就是悲悯之心嘛。啊，所以悲悯之心，啥物人上紧感受到，就是这个颂扬人啦，去食嘛，社会边缘人嘛，伊感受会到你有悲悯之心无咧？咱的好朋友感觉袂到啦，所以那讲，这是世界存在的目的。穷人是咱世界存在的目的啦。因为咱的世界咧 struggling 啦，世界即摆咧 struggling， 要互变做一个好的世界是安怎？什么？就是咱的世界有法度，在世界中间，才会颂扬人活落去无？所以咱今仔日也是讲这宗教的存在，世界这存在吼，才是一个基础，一个，啊讲一个试验啦，试验咱这世界。所以我是讲这对咱带来一个挑战啦，吼。所以对这光甲盐来讲的时候，这是讲光甲盐拢是照着伊的。这耶稣咧讲盐若是失去咸失味袂咸都无佫叫做盐啊啦。所以你判断盐甲判断光毋是对伊的这个本质来讲啊。你别讲这垃圾会发光，垃圾就是光，垃圾也毋是光呢。你讲盐这食盐，原始的食盐，这盐石，伊咧讲迄失去味就是迄石头嘛。盐啦，这原始的盐伊是对迄原始的盐挖出来无毋对咧，这是因若袂咸，伊都毋是盐嘛。所以对这果效倒转来看，毋是对本质来看。那基督徒也是安尼哦，做光做盐，毋是讲我是基督徒，我自然就是讲做光做盐的，是我做光做盐，才做转来证明我是基督徒咧。是你的果效，你的这个挖出来这活命的形象倒转来证明你是毋是啦。所以这光袂使，袂。比方讲这台语，光不能不亮光不能不亮，就光不能不热盐不能不咸袂咸的都毋是盐呢，袂光的都毋是光嘛，都毋是嘛，这果效证明啦所以光甲盐拢是用舍己来成就功能嘛，所以咱讲这舍己，耶稣讲恁要舍己，看无家己咧，你看无家己光甲盐是上典型的嘛。所以咱讲光热情嘛，都爱燃烧自己咧；盐都爱互家己扬起嘛。所以你无扬起袂咸啦，你无互热情无家己燃烧起袂光咧。所以这耶稣对咱的这个要求，这讲用光甲盐比用迄个讲82价来对耶稣迄个搁较挑战搁较挑战你若讲你那舍己背十字架，咱有影讲甲真习惯去，无感觉。那倒转来讲，你着做光做盐你讲你家己爱扬起，你家己爱燃烧，才会当甲这个做基督徒的身份，甲伊表达出来先这是一个挑战所以这要讲这甲这个舍己背十字架有这个共通的所在啦所以融化本身调味世界还是讲门徒受造舍己甲背十字架是互相关联的。那这两个到这来
到这个光甲盐的时阵吼，两个变做关联做伙啊啦。我拄仔咧讲，舍己是灵修咧，背十字架是承担哦。啊，你要会当去承担，就是你要有灵修，你才承担得起来啊。啊，有舍己，你才承担有落来啦。啊，所以这承担不是干那去做迄个，拄仔咧讲吼，耶稣讲背十字架这个改变，是透过疼的改变啦，唔是透过武力的改变啦。我若要征服别人，我有武力，我有势力去征服，这是另外一样代志哦。总是我若是征服人，是用疼来征服的时候，这家己的灵修要先做会好势啦。家己的生命要先改变过，你才有法度去征服别人哦。所以这无共款的这个征服的这个情形啦。这趣味的所在是伫这个圣经内底吼，耶稣咧讲这个光甲盐的时，伊讲恁是啦，恁是光哦，唔是咧讲恁有光啦。不是有光啊，这是是哈，伊讲这是哈，甚至唔是讲变了唔是讲变做盐啊，恁变做盐唔是啊，唔是讲恁有盐有光啦。因为你做门徒，你若一旦互耶稣呼召，你欢喜来做门徒，你就是啊啦，你就是这个盐，就是这个光啦。你就必须要把这个盐的盐分爱发出来，把这个光的这个亮光吼，爱发出来啦。所以伊这讲的是讲，这光甲盐吼是一个存在性的，是用咱的生命形态见证出来啦。门徒吼受呼召就是光，就是盐，所以伊家己袂当决定你要食这光，要食这盐哦。所以你无变啦，无变做光，变做盐，你这个生命就是啊啦。所以咱逐个人拢是生命，咱即马跟对耶稣了后，咱这个生命就是啦。我无对耶稣，我生命嘛是伫遮了啦。我生命是伫了，总是我对耶稣了，我这生命是吼，这生命变做爱互人用啊啦。所以毋是我变做啥物事，我这生命过去是我家己的，我即马对耶稣了，我这生命毋是我家己的，我这生命是 for all for others， 为着别人存在，为着世间存在，为着上帝旨意来存在。咱这个人生变做是有甲上帝这个目的，上帝创造咱的旨意连结做伙的一个人生啦。所以咱会当决定要真做门徒无？这咱会当决定啦。你要对耶稣无？这耶稣邀请嘛？你若有人要对我邀请嘛？你会当讲我要对，会使。不过你若一旦决定对耶稣吼，咱就是光甲盐，就是讲你门徒身份甲这光甲盐这是同一体啦。所以咱无拥有光，拥有盐啦，是光甲盐。因为光甲盐不是我们见证的工具啦，是咱存在这生命的全部啦。就是讲光甲盐毋是延伸的工作，毋是我去做啥物啦。光甲盐是我的存在的一个生命的这个形式啦。迄就是拄仔咧讲吼，这光甲盐比这背十字架这款的话更较挑战性，因为这真明显叫你讲都爱扬去都爱烧去燃烧自己所以这潘霍华伊咧讲这个时，伊咧批评这个真济这款圣经的解释者啦，讲这解教家甲这光甲盐甲伊解说这个速度宣讲的信息啦。反正这个耶稣咧讲恁在做光做盐，就是这速度去传讲这个信息啦。总是这潘霍华不以为然啦，伊讲把这个光甲盐看做这个速度咧传讲的这个信息的内容这个盐甲光会刺人会去刺插人啊。会刺插人迄个力迄个特性甲伊消磨去啦。这基督徒这生命某一程度有迄个渗透力，有渗透的这个功能咧。所以有个人毋爱甲咱做伙，因为有阵时这是非咱未讨厌，对就对，毋对就毋对，毋是讲马马虎虎咧。所以有阵时即款讲基督徒死格格安尼毋是迄款真圆滑的款式安尼。这有这世人就光甲盐有即款的这个特性伫咧啦。你这变做啥？无法度，你甲盐甲撒下去，它就是这样，是吧？盐袂当讲我袂盐啦，盐放咧就是安尼，就是渗透。光就是啊，光伊甲掺起来，甲点起来，就是倒起来，就是安尼，无迄个套遐的这个空间伫咧所以这你讲到这光甲盐有这个可见性甲这个隐藏性啦这讲无共款的所在拄仔咧讲是光甲盐拢共款的部分这个光甲盐虽然共款防腐改造总是共款用这舍己来证明本身总是两个有无共款伊讲耶稣咧讲门徒是盐
但是恁是盐嘛吼，总是耶稣无讲我是盐啊。圣经内底耶稣毋讲我是盐啊，总是耶稣讲恁是光啊，讲学生是光，耶稣讲哪？讲我是光啦。所以耶稣咧讲光甲盐的时阵吼，伊讲学生着做光做盐，啊是学生就是光就是盐哦。啊，总是伊咧讲伊家己的时阵，干讲伊是光尔，伊毋捌讲伊是盐啊。啊，即个差别是啥物啊？哈，这差别是啥物？伊讲，这耶稣讲我是世界的光哈，对我的就无惊伫黑暗哈，要得到生命的光啦。这是耶稣有讲伊家己是光哦。即两个吼无共款，就是咱拄仔咧讲即个祭司甲即个先知的即个无共款啦。盐吼，盐吼是爱入到这食物内底，盐是体质的，盐袂当放距离啦。吼，你甲即个盐放伫肉边仔，甲放一个月嘛呢？无啦，所以盐一定爱体质，爱甲即个世界爱连接做伙啊。所以就是讲体质每一个处境的。耶稣吼伫世间咧，甲世间咧工作交互温度啦，所以是即个温度甲即个世间体质，啊是即一代一代即个基督徒甲即个世界体质，是咱的教会分散伫世界各所在甲即个世界体质啦。所以咱是盐啦，这是耶稣吼，耶稣无法度甲逐个人体质啦，啊，耶稣都一个尔嘛，哦，所以无像咱安尼体质伫即个世界吼。所以耶稣的工作来讲，这圣经来讲，真止于以色列啦吼，总是甲全世界交互温度，所以像这温度是世上的盐啦，盐的使命是谦卑啦，是稳重的，所以咱是像盐爱渗透入去这个食物的内底，入去这个处境的内底，咱基督徒拢一粒一粒盐，伫这社会中间咧发挥这个盐的这个功能，对这个 inside out 对内底开始。咱入到即个食物内底，对发酵开始应用出来吼。光无共款，光是照射的，所以光是徛较远的，光甲囥近去无遐啦。吼，光囥愈近，伊的照耀的空间愈少嘛，愈细啦。所以光是爱有距离的吼，所以光是袂当隐藏的，盐是隐藏的，光是袂当隐藏的。耶稣讲，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哦，吼，所以伊讲若是。亲像这个城吼，起伫山顶袂当稳重共款。耶稣是光啦，伊的降临带来这个世界的挑战，光明甲暗茫啦。所以温度必须要是耶稣的见证，甲耶稣做的发光啦。所以咱是反射耶稣的光哦。所以耶稣的光会当采伫远远的所在啦。啊，咱逐个人接受伊的光，反射伊的光伫这个世界。所以耶稣是光，啊，咱也是光啦。总是咱是盐，耶稣都无讲伊是盐的，啊，耶稣讲，咱逐个人都爱。贴近到这个世界内底，所以这是咱做温度这使命的一个两个面啦，两面性的这个表达吼，就讲做先知光照耀吼，甲这个黑暗甲伊显露出来吼，啊做盐吼，进入这个腐坏世界，甲伊 sustain， 甲伊改造，甲伊防腐吼，这款的物件。啊，这也是倒转后咱看讲这教会啦吼，教会受调吼，变在伫世界逐个所在，要成做这世上的盐啦，亲像祭司一般样。防腐、维护甲更新哈，共款教会使命嘛，亲像光啦，都爱去揭露这黑暗，提供热度，创造希望。所以咱讲这教会伫遐咧争论讲吼，到底都爱去行山头还是行街头吼？这争论是无必要的啦。啊，教会爱去街头，就是教会嘛爱去山头啦。啊，比如你爱有上山头祈祷，啊，都爱有落街头去改造世界，去建设这个社会，去见证这公益的代志，两项拢爱做。两项拢爱做，啊，所以这教会内底毋通去互相批评啦。有的人的这个温数较济是伫即款这个光的部分吼，较 critical， 去甲这个公义主张出来，这 appreciate 啊。有的人会迄落较济是这祭司的这份较属这个默默服务，默默去用疼心来帮助人，那叫 appreciate， 甲欣赏。啊，是教会内当彼此欣赏吼，教会才当一无共款的这个机能啊，甲这个三个功能吼，该发挥出来，才会当提供一个完整这个耶稣的这个 image 吼，伫咱今仔日的这个世代啦吼。所以我结论是讲，咱做温度吼爱有味啦，有品味哈，有品味。咱来做一个大色哈，大色的基督徒拢无味哈，咱像咧啉白滚水安尼吼，这是无菜啊。既然要做军队耶稣应该爱甲耶稣基督的这个特质，耶稣基督的这个丰富的生命吼，甲伊承继过来，啊，互咱这个生命活出这个有品味的生命，
有品位的生命，就是讲咱有咱的主张，有咱的这个信念，有咱的这个理想，有咱的坚持，啊，所以咱人看起来，感觉这个人是一个有这个 character 哈，有这个品格，有这个品味的这个人啦哈。所以做文就透过这付出代价哈，付出代价活出更加严的生命哈，啊，扮演这身体的积分哈，活出人生价值甲意义，啊是讲体认这个新生命哈，洞察人生的这个豁达幸福哈，品尝生命的珍味，做光做盐，让我们的人生哈有品味，追求生命的价值甲这个意义啦。就是讲咱毋茫讲这基督徒的人生吼是有内涵的啦，有内涵啊，有一个目标来做这个好的见证哈。好，我想讲到这哈。